走入呢個精心打造嘅家，一般溫柔而時尚嘅氣息撲面而來。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空間嘅改造，更加係一段關於生活品味同埋夢想嘅溫馨敘事。設計師深刻理解女屋主對於屋企嘅期待，將每一個細節都注入咗細膩嘅情感同埋巧思，令呢一個屋企成為咗一處真正能夠安放身心、閃耀生活光彩嘅場所。客飯廳嘅設計更加以時尚簡約混搭嘅風格，巧妙地融合咗木質嘅溫潤同埋鏡面嘅光澤。溫潤嘅木色櫃體就好似擁抱住溫暖嘅陽光，而局部點綴嘅鏡面設計，鏡面反映跳躍嘅光影，令成個空間都活起嚟。主人房嘅設計更加將時尚同埋機能完美結合。呢一度係屋主卸下疲累、重拾自我嘅私密天地。最引人注目嘅，莫過於嗰一座別緻嘅洗手盆隔籬嘅衣櫃。設計師大膽採用咗全玻璃，唔單止令衣物一目了然，更加喺視覺上創造咗一種通透、輕盈嘅感覺，就好似走入咗一個精緻嘅個人時裝間。呢一個設計既可以滿足咗收納嘅需求，亦增添咗一份屬於都會女性嘅精緻品味。而隔籬嘅浴室就被打造成一處充滿儀式感嘅酒店風空間。想象一下，喺結束嘅一天工作後，步入咗呢一個寬敞明亮嘅浴室空間，享受住浸浴嘅放鬆，或者企喺獨立嘅企缸入邊，可以將一日嘅疲勞消除。嚟到第二個房間，一般溫馨而安靜嘅氣息撲面而嚟。呢一度巧妙地將休息嘅睡房同埋吸取知識嘅書房融為一體。想象一下，當夜幕低垂，你無需起身就可以從舒適嘅床鋪隔籬走到一整面書櫃前面，挑選一本心儀嘅讀物。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空間嘅規劃，更加係對生活方式嘅一種升華，將寧靜嘅閱讀時光同埋安穩嘅睡眠空間無縫銜接。呢個書櫃唔只可以攞嚟擺設，佢係承載住屋主對知識嘅渴望，亦扮演住空間間斷嘅巧妙角色。或者你會喺呢一度擺放盆栽，或者你幾件珍愛嘅收藏品，令書櫃成為一道流動嘅風景，為呢一個多功能嘅空間增添咗幾許生氣同埋個人品味。而最令人驚喜嘅喺呢個書櫃後邊別有洞天，輕輕拉開書櫃，會發現一個專屬嘅衣帽間。呢一度嘅服飾配件都可以喺呢一度得到妥善嘅安放，令整理衣物都可以變成咗一種享受。最後為兩個小朋友打造嘅房間，更加係充滿咗童趣同埋成長嘅考慮。上下架床嘅設計，最大限度利用咗空間，令小朋友可以擁有各自嘅睡眠區域，亦可以喺夜晚互相陪伴。床邊嘅區域側邊係一個結合書台、書櫃同埋衣櫃於一身嘅多功能整合櫃體，令小朋友可以自在地做功課、閱讀。隔籬嘅書櫃隨時取用課外讀物，而一體設計嘅衣櫃就可以培養小朋友自己整理衣物嘅習慣。